花莲岛客石屏部落最近3个月常常乌熊走来，当地机场几若百只土鸡拢互伊接去。即阵咧连续使用16天，总算是掠到1只乌熊。岛溪乡石屏部落5间饲鸡场3个月之前传出乌熊入去食土鸡啊，已经400-500只被食去。先家拢摕各种工具来解鸡，啊，不过好亲像拢无啥物路用。铃铛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防熊啊，防熊。你觉得熊听了这会怎样吗？啊，那个他们说会怕，我不晓得那么可爱的铃铛。林波市花莲分署顶个月2日接到通报了后，伫饲鸡场附近设备的人啊，不过乌熊根本无受骗，伫乌熊可能经过路线，用安全锁啊，佮用放炮这方式来赶，总算伫7日头早来抓到。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由我们主管机关主动去做这个精准式的捕猎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当地的鸡农配合，所以我们在跟鸡农做沟通的时候，花了很多的时间。经过现场挖掘测量称重，乌熊体重115公斤，是大只公熊，也较正精准，无造成乌熊受伤，已经送台东地上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来检查。先去照养一阵子，再来就会评估看适不适合野放。如果适合野放，我们会做一些负面制约，甚至给它戴卫星景项圈来提醒它的位置。林波署强调，会予乌熊通报奖金3000，协助检测奖金5000，加配合有熊措施5间饲鸡场后续的照价赔偿损失，总赔偿金额差不多2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